相信大家都聽過牛油同植物牛油，好多人都貪方便或者覺得植物牛油比較健康，所以會選擇用人造牛油。但係大家又知唔知，人造牛油背後可能隱藏住一個巨大嘅健康危機呢？消委會一份報告指出，市面上嘅人造牛油樣本竟然驗出含有氯丙二醇同環氧丙醇呢兩種有害物質。可能好多觀眾都唔熟悉呢兩個化學名稱，其實簡單啲講，氯丙二醇係一種可能損害腎臟功能同影響男性生殖系統嘅物質，而環氧丙醇更加係具有基因毒性同致癌性嘅污染物。呢兩種有害物質嘅產生係同植物油嘅氫化過程有關。人造牛油係由植物油經過氫化處理變成固體狀態，而當加熱超過攝氏200度嘅時候，就可能會產生氯丙二醇同環氧丙醇。面對人造牛油同牛油呢兩個選擇，泡泡就建議大家兩害取其輕。如果真係要揀，可以考慮用天然牛油，因為牛油雖然含有飽和脂肪，但係至少冇驗出致癌物質。不過，泡泡喺度都要提醒大家，無論係牛油定人造牛油，都應該盡量減少食用。始終過量攝取脂肪對身體都唔係一件好事。泡泡知道，好多人都已經習慣咗用人造牛油，要一下子完全戒晒可能唔係咁容易。但係面對住潛在嘅健康風險，我哋真係需要認真咁諗一諗，係咪值得為咗一時嘅方便或者口味而犧牲自己嘅健康呢？其實市面上已經有唔少更加健康嘅替代品，例如橄欖油、椰子油等等，大家不妨嘗試下用呢啲天然嘅油脂嚟取代人造牛油，為自己同家人嘅健康做好把關。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